歡迎大家收睇5月21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愛欣。人民幣對美元匯價喺5月領先主要貨幣，中美元首會晤改善貿易關係，加上人民幣中間價持續調強，或者有助繼續支持人民幣匯率穩定。中美元首會晤後同意推動雙向貿易，將會成立貿易同投資理事會。商務部表示，雙方同意通過部分產品嘅相互降稅等安排，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嘅雙向貿易，或者繼續支持內地外貿表現。經濟數據方面，雖然內需再度轉弱，4月零售銷售按年升幅放緩至超過3年嚟最慢，但出口保持雙位數增速。另外，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持續調強，亦都支持人民幣對美元近期穩步升值至超過3年新高。美伊和談前景唔明朗，避險情緒回升，亦都吸引部分資金流向相對穩定嘅人民幣資產。美元對人民幣中短線支持位係2023年2月低位大約6.7。如果美元回升，就唔排除重上4月高位大約6.9。